最近市区有真侪旧厝在登记，也毋过纠纷嘛是真侪。有立委就呼吁行政院应该赶紧修法，针对这种旧厝登记应该嘛要有定型化的契约，来保障住户甲建商的权益。另外，台北市嘛按算讲8月开始，这种旧厝登记的地动评估毋免搁重复审查，望讲会当来加紧登记的速度。推动基大正义旧厝重建也是袂使疏忽的一环，毋过住户甲建商纠纷真济，有民众出来指控，伫旧厝配合建商途经，煞因为资讯无平等，建商加工无法度申请永久奖励，致使家己的权益严重损失。我爸爸问他说：“我们这个劳合街的房子符不符合奖励容积危老啊？可不可以申请啊？”基于资讯不对称，就谎称说几乎没有。我爸妈的土地就这样被免费稀释了，损失高达1亿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啊，这可能就是一个万年的合约。只有乙方一般讲是在规范建商啊，乙方才可以解约啊，甲方是不能解约的。那这个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条文。律师表示，目前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无定型化契约，致使民众甲建商签订契约的时阵，往往无法度看出是毋是有陷阱。立委辜显智直接指出，途经无法度推动，都是因为民众无法度信赖厂商。定型化契约，然后把这个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可以约定好，那大家都有一个可预测性。行政院应该是要赶快去努力，把这个定型化契约条款可以把它定出来。辜显智表示，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利益真大，要有保护机制，才会当尽量避免纠纷。台北市政府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，修正通过台北市危险甲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办法，预定8月初1开始。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耐震评估毋免阁复审，所以会加紧这个时间。另外，增设电梯补助金加到300万。中正区翠宽明路4栋都是头一件核准案，目前当地施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